一个人躲了更衣室，难受来了。之前不是挺牛的吗？哎，走，别着急走，走。比赛有输有赢很正常，啊，你刚进泳队就能拿第3名，已经很不错了。输给高峰吴昊不丢人，啊？对比赛成绩不满意？你知道你现在问题出在哪儿吗？之前你没进省队，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是现在古教练说的没错，你已经是一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了，不能再固步自封了。如果你自己不做出改变，那你将来在国际赛事上丢的就不是个人脸面了。我真的要改吗？想拿冠军吗？想。那好，刚才我说这些话，我相信你能明白是什么道理，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去做。嫂子，来啦！啊，怎么了？胃又不舒服了？没事儿，我这就给你弄去啊。哎，嫂子，哎，等会儿，嫂子，我今天不是来吃面的，我是为了周瑜来的。小鱼怎么了？比赛输了，心里有压力。这孩子就是不爱说话，又内向，我真是怕他适应不了。你多虑了，周瑜现在这么大一孩子了，是，他平时是有些内向，但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么脆弱。周瑜怕你担心他，所以他什么都不跟你说。你又担心他会有压力，所以你就直接，嗨，行了，搞得我还特紧张。反正孩子交给你了，不拿冠军是你的事儿。你瞧瞧，嫂子，咱两家这种交情，你还担心这个？放心吧。行了，坐着啊，面马上就好。啊，好。哎，嫂子，招牌面啊。加肉的。他一直这么游吗？对呀。胡闹嘛！他爸是长距离选手，这能一样吗？周瑜，谁让你这么游的？6次腿节奏知道吗？我觉得我的节奏没问题。4次腿是没问题，但不适合短距离选手，知道吗？好，知道了。哎，我还没说完呢。大国，我也知道他现在面临的问题，但是要克服这些问题，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啊。还慢，这都改不过来了，还慢吗？我惯着他。
你已经是一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了，不能再固步自封了。如果你自己不做出改变，那你下次比赛有可能就是第4名、第5名，永远不会有进步的。爸爸，我这次游泳又得了第1名。是不是觉得今天游得特别稳、特别快啊？你说的妮姐果然有用。那是你自己啊，特别聪明，一说你就会。有时候打破自己原有的习惯，比登山还难。特别是这些习惯，曾给予我无穷的力量。这习惯是我最亲的人从小教给我的技能。这个过程让我万般不舍，但我必须面对现实，我必须勇敢地去改变它。只有通过改变，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因此，作为一名游泳运动员，我必须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尝试新的方法和技巧，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成绩。又想去趟海洋馆？刚去完回来，没有就跟他们说说话。要我说呀，你每次去海洋馆，别总盯着白鲸、海豚看，看看别的。这个俗话说得好，山外有山，鱼外有鱼嘛。来吧，我想给你看一条鱼。什么鱼啊？旗鱼。旗鱼。你知道旗鱼在海洋里面是什么速度吗？在海洋里，海豚的平均速度一般是60公里左右，旗鱼能达到80公里，甚至在短距离冲刺上面能达到110公里的速度。110公里？惊讶吧？那岂不是比水上摩托艇还快啊？知道为什么吗？谁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快速度，旗鱼也是。海洋是什么地方？能在海洋里生存下来的，都是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选择，不断进化，优胜劣汰。旗鱼就是在海洋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里，锻炼出了这么快的速度。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你怎么这方面的知识懂得这么多啊？好吧，再给你科普一个别的知识。你看啊，平时呢，一有空可以多关注关注这个。我就是在这个上面学到了不少知识。人人3小时的一起猜，里面有主题知识挑战活动，真的能学到不少东西。看看吧。你还是跟我说说那个旗鱼吧，它怎么游的？你看啊，这个旗鱼的这个游泳的这个速度的东西啊，你看旗鱼，你看它的身形，它那个姿势不一样。一样的，你看。啊。大家可以看到，菲尔普斯现在游得最快，排名第1，水下节奏很流畅。4道是菲尔普斯，2道是洛克罗西第2。6道的雷迪这次是第3。暂停。你应该看过这场比赛吧？觉不觉得王继飞跟他很像？王继飞这个人很有特点，爆发力很强，而且技术层面堪称毫无缺点。
本身身体条件也非常好。跟他比，知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我的爆发力不够。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爆发力，这是需要看天赋的东西。如果你一味的去追求这些，遇到像王齐飞这样的对手、周瑜这样的对手，你就会输。争霸赛那天，前半程周瑜是领先你，但是他的技术还不够成熟。等周瑜精进了他的技术，你就很难赶上他。想要不被他赶上，就必须有突破。我会给你制定一整套详细的训练计划。好，坐，继续。在今年的世锦赛100节游出了49秒。好了，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洗个澡，吃完饭好好休息啊。谢谢教练。走了，周瑜，等你回来。好。体力挺充沛啊。还行。5分钟以后，泳池等你。啊！练就练，练就练，等我就懂。这次要注意，手臂划水的速度慢一点，不要着急，跟着节奏来，加快打腿的频率啊。入水以后，尽量控制在6次腿这个频率上面啊。来吧，准备一下，活动一下。动作不够流畅啊！我有个好方法。不用，我照我自己的来。我觉得周瑜的核心力量不够，应该在路上把核心力量练好，这样呢，在水里面就会有控制力了。老梁，你先忙着，忙完了来我办公室，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停一下，停一下，这样不对。这样练下去也没什么效果。这样吧，我给你放半天假，让我想想该怎么办。晚上回来啊。哎，周瑜，你怎么在这儿？要你管？周瑜，哎，当做没看见我。不是，哎，要练习2条腿之间打水的平衡。哎，看什么呢？哦，没什么。今天你也要练练这个腿的打水平衡啊，腿要保持往上浮啊，不能往下沉。老郭，看什么呢？找我干什么？怎么样？今天的训练有什么效果？哎，不咋样。
看看这个录像，说不定能有什么启发。这不，水下第5泳姿前泳腿吗？相比较其他泳姿，能上100倍的减小水下阻力，用于出发和转身的衔接水下动作。老郭，你找我来就是想要考核我的游泳理论基础？我可不敢，我一早就观察过周瑜的动作，他的滑臂和打腿特别具有流线性。什么意思啊？老梁，我准备让周瑜和高峰一起练第5泳姿。哎，光光，你上次说的那个旗鱼真的游得这么快吗？你想通了？不是，你先说他游得快不快？你先确定你自己是不是想做出改变。如果这个新泳姿能让我游得更快，那我就改。好，你愿意自己做出改变，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新泳姿难度攻克以后，效果会立竿见影。OK。下水以后，首先要保持头部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在同一水平线上，然后挺胸、挺腰腹，臀部逐渐下沉，小腿弯曲，大腿带动小腿，脚掌要保持在水面线上，稳住核心力量，髋发力，用腰腹带动大腿，打水就是侧边腿的感觉。你想象一下，在水里面，你的腿变成了鱼尾的感觉。来吧，活动一下，准备第1组。爸爸他不在了。小鱼，你爸爸最希望你以后要好好学习，健康快乐的成长，长大了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知道吗？我妈妈还不让我学游泳。小鱼，其实你妈妈也是为你好，啊。只不过我喜欢游泳。我知道啊，而且你也游得很好。你也是游泳界的4大天王。对呀，地球人都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瞒着妈妈，偷偷教我学游泳？不错啊，有进步。休息一下，准备第2组啊。
要的就是这感觉啊！哎，你可以想象一下，水划过你身体的感觉，你在迎接水流，拥抱水流。别乐呀，这都是当年我教练这么教我的，他跟我说了一大堆文绉绉的词儿，也就这句我记得最清楚。啊，过会儿高峰过来跟你一起练习这个动作啊。什么？他为什么来啊？这是我跟老谷一起商量决定的。你们俩在一起练习这个动作啊，可以相互有个参照，发现自己不足的同时，还能找到对方的缺点。我才不需要呢。哎，这个臭小子！调整呼吸，头稍微抬起来。怎么样？跟之前比，力量上有没有点增加？有的，挺有效果的。上肢力量是你的强项，应该保持你的优势。以后准备让你跟周瑜一起练第5泳姿。你起得早，你多帮帮他。会不会担心周瑜超过你啊？不是，可是我跟他不是一个组的呀。这个不重要，你们俩都具备成为全国顶尖级运动员的潜质，应该多多碰撞。我服从你的安排。那就好，接着练吧。老梁，这个我要怎么练啊？多看细节，多多体会。不是，哎，老梁，多看细节。在迷茫中转圈圈，重复一天又一天，明天依然遥远。在茫茫的人世间，重复一年又一年。来，过来！却已不再是少年，别在每天早晨输给昨天的疲倦，别在每个午夜感慨匆匆的流年，别把每个遗憾丢在慵懒的昨天，别把每次努力抛给遥远的明天。看见没有，2个人在一起，进步的就是快。行啊，老谷，还是你有招啊，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永不停歇。今天就要出发，才能到达心中的明天。像种子悄悄发芽，梦在心间。给你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啊，从今天开始，每周10公里起打卡。10公里10公里起打卡。哎，这练一天怎么耳朵练得不好使了？10公里啊！没听说一句老话吗？这教练要是心软了，运动员的腿也就软了。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强度？我相信你心里也明白。你从小学习游泳，你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你自己养成习惯的那种泳姿了。我要的就是从今天开始，你要把第5泳姿的所有动作、所有感觉，全部彻底的刻入你的肌肉记忆里。最好每天做梦都梦到它。它应该是你一抬手、一打腿，就下意识带出来的，而不是你每天练习出来的。明白吗？不是光光，我所以，只要我没让你停，你就要一直游，游到吐，甚至是不能动弹为止。OK？ 你确定？确定？你确定，我就干。我很确定。还有，晚上你也不能闲着，游泳理论同样不能落下。不是，光光，理论加实践，好好刻苦吧。不是，光光，这啥呀？这今天跟你一起训练，感觉挺奇妙的，像回到了小时候。你想挺多啊，小时候，你不都忘了吗？怎么那么记仇啊？有必要吗？哎，那你回想起小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次次输给我之后哭鼻子的感觉吗？哎，你那是什么？梁教练给你的秘籍吗？这个啊，你到时候别又因为这个输给我。你先练好泳姿再说吧。哎，周宇，你要不要跟景天一起看下视频啊？对你有帮助。这个我不需要。啊，对对对，峰哥，你管管周宇。整一个核心都在网卡。没网啊。我们去隔壁蹭网吧。走，我们去蹭网。走。哎呀。喂，冰冰啊。哦，好，我现在过去。一会儿见。冰冰，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不是说要给你送吃的吗？你忘了？你做的？啊，我亲手做的，不客气。这饭我就不吃了，我先回去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啊。站住！我是看你家练辛苦，特意给你准备的，你必须吃。拿着。好。哎，掉进去了。什么呀？你这连筷子都不会拿是吗？我真吃饱了。怎么样？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
真的？真的，做的越来越好。那你先吃完。好吃。看到他俩，还是和小时候一样亲密，不知为何心里空落落的。想起以前3人一起打打闹闹，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似乎就在昨天。但和他们分开已经10年了，现在的我仿佛成了一个局外人，感觉自己正在不断的和过去告别，告别我的父亲，也告别我的童年。又来看他们呀？他们今天不在，去做检查了。啊，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我叫蒋莹莹，很高兴认识你啊。周瑜。其实我认识你。我经常看你过来看他们。可能你太专注了，没有注意到我。他们不在的话，我先走了。来来，这店我熟悉啊！你看，冰冰姐已经到了。小鱼儿面馆。哎，冰冰姐，今天怎么不穿西装了呀？在校我也是你老师，放尊重点。哎，周宇，你家面馆介绍一下呗。介绍啊，介绍的。妈。哎。我同学们。哎呀，来了，都来了啊！阿姨好，阿姨好。快坐。哎，请坐。啊，坐。来坐。你坐这吧。哎，快坐。都喜欢吃什么呀？哎，能不能看得见？我想吃那个大排面。大排面啊，还有呢？我觉得虾包鳝不错。我吃腰的，我吃腰的。好嘞，2个虾包鳝啊。都素面。好的。梁教练好。多吃啊，都来，多吃。快坐啊！那个来这儿，哎，这坐我这，坐这。阿姨，我来帮你吧。没事，不用。水来了，来帮忙。没事，不用啊。梁教练，你一来，我们都感觉不自在了。什么紧张不自在的，又不是在训练场上。哎，我说你们今天怎么都扎过来了？嗨，这不周瑜改泳姿了吗？我们给他庆祝一下。哦，老谷又教训你了。哎，常规操作呗。没事，把悲痛化为饭量，多吃点面条就好了啊。一定。面来喽！
吃饭了，吃饭了。冰冰，冰冰，冰冰，能别跟着我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呢？还有，你怎么会到我们体校来了？你不是在练马术？要告诉你吗？这么多年，你联系过我吗？冰冰，这10多年我一直想跟你联系，我也去找过你。然后呢？然后是你的妈妈不让我见你。都什么时候，你还把责任往我妈身上推？哎不，冰冰，冰冰，你听我说，哎，冰冰，你先等会儿。冰冰啊，你现在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给我一下？一个人回到国内来，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我是你爸爸，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没必要，都这么大了，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冰冰，别跟着我啊！冰冰，你们俩别多管闲事儿。是啊，这不得过去你劝们吵起来了不拉架吗？你们觉不觉得，那个冰冰姐啊和梁教练的关系有点奇怪啊？啊，我知道了。冰冰的爸爸是不是跟梁教练认识？所以他们俩才吵起来，对吧？不愧是浩哥，两个白痴！啊！我和冰冰自儿时分开后就断了联系。然而让我意外的是，光光也和我一样，失去了和冰冰的联系。你就让我再多喝2杯吧。喝点酒，我心里还舒坦点儿。是不是因为冰冰？你们怎么了？冰冰今天对我这个态度，我能理解。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不怨他。但是你知道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吗？我最难过，他居然一点都不相信我。他怎么会认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他联系呢？你联系他了？当然了，我没有一天不想跟他联系。最开始的时候，我天天给他妈妈打电话，我说我想跟冰冰通话，想听听冰冰的声音。他妈妈会找一堆理由借口推脱，说冰冰不在，冰冰有事儿，就是不想让我跟冰冰通电话。我知道他妈妈心里在想什么，他不就想我离开冰冰远一点吗？把我从冰冰生活里面摘干净吗？可以，我知道他不想让我跟冰冰通话，我就想其他办法呗。我就从网上去搜索冰冰的一些消息，居然还让我找到了冰冰的社交账号。我是通过社交账号才了解到冰冰当时的一些生活状态和她的生活状况。你知道吗？当时我有多开心呢！我又看到冰冰的样子了。不过，你为什么和师母闹得这么僵？怪我，都怪我。那个时候，我的确一心只想着训练、比赛和拿金牌。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没有好好去陪伴他们，错过了冰冰的成长，
是，别说他妈妈那个时候恨我了，我就是想着当年我自己那个样子，我看着我在恨我自己。后来，他妈妈非要带着冰冰去国外，就是想离开我。我在他们临走那天，我把我曾经获得的一块最珍贵的金牌，我给了冰冰。我就是想着冰冰到了国外以后见不到我了，我想着冰冰可以看到这块金牌，想到我。冰冰，冰冰，爸爸今天有训练任务，实在是脱不开身，送你和妈妈到机场去。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啊！爸爸，我们还会见面吗？会啊，肯定会的。我们肯定会很快就见面的，啊！这是爸爸用最好的成绩换来的一块金牌。以后你如果想爸爸了，就把它拿出来看一看，你就会感觉到爸爸一直陪在你身边，从来都没有离开你，啊！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看到这块金牌，想到的不是你，想到的是，你当时因为游泳抛弃了他？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放弃他，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真的。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没有后悔药，后悔是没有用的。我这次完全没有想到冰冰居然会回到国内来了，而且就离我那么近，我居然能天天看到她了。所以我就想找冰冰要一个电话号码，不为别的，我真的只是想，如果有可能，我再用我最大的努力去弥补当年我对她造成的过失和错误。我真的想弥补我的错误，可是冰冰为什么？我真的……行了，她为什么不相信我？行了，行了，行了，后悔没用。冰冰，我能理解她的想法，毕竟你们父女都隔了这么久没见了。要想他马上接纳你，应该挺困难的，给他点时间。你觉得冰冰她最后还能接纳我吗？那就要看你表现了。周瑜，我不行了，你快出来，你快出来！你待1个小时了，我肚子痛死了。周瑜，周瑜，你快点！还不出来？周瑜，人有3急，哎，干嘛呢？赶紧的！周瑜，快点啊！我真不行了，周瑜，我啊。周瑜，你这个声好了吗？周瑜，周瑜，周瑜，哎呀，上厕所干嘛呢？周瑜，周瑜，周瑜，干嘛呢？你这合着没听见？哎，不行，我现在
进去，我先进去，你别过来，我年纪大，别给我上先去，我先。哎。你说这人啊，只用吃，那不用游泳，就不用学习，就使劲吃多好，对吧，周宇？那是你。吃饱了吧？吃饱早。等一会儿，我先把这个饭吃了，现在提上光盘行吗？我不要虾，别的3个给我。Hello。昨天不好意思啊，我走得急，没跟你打招呼。没事儿。怎么这么晚才吃啊？我吗？训练晚了。哎，那个，你跟梁教练怎么样？那个，我吃饱了，我先走了。这一次的春季锦标赛啊，领导非常重视。那我们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是吧？所以呢，得打算怎么排兵布阵。像高峰、周瑜，5号胡景天，他们的项目，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They are born. They're babies. They're children. They're adults. They are born. They're babies. 周瑜，你们都很熟悉了，爆发力强，而且凭借这段时间，他在前拥腿和转身技巧上的训练，他速度又提高了，这些足以让他在100米、200米这些项目中大杀四方。这么自信？那是，这是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必须自信嘛，是吧？哎，不然当初我为什么会极力推荐给你呢？啊，那还有人家爸爸的基因在哪儿呢？是吧？来，进来。好。高峰的技术是最好的，他一直主攻的项目是200米和400米自由泳，对吧？是啊，但是他进入瓶颈期很久了，只能在比赛前突击训练看看吧。对。那我们定一下备战目标吧。好，先定谁啊？高峰怎么样？保3进2还是保2进1？保3进2。这么低啊？这我觉得周瑜还差不多吧。周瑜啊？行，我觉得周瑜肯定可以争取一下。这么自信？哪有师傅对徒弟没自信的？我敢在这儿定下这个目标，我就会加大他的训练。没点压力，哪来动力啊？是吧？那高峰呢？高峰最近的训练一直摸不到门路啊，我也在想办法。除了潜泳之外，腿部力量也需要加强。但就目前来看，想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那是不太可能。我们也不会制定一些不可能达到的空头指标。
这孩子吧，无论是从学校还是从他爸的角度上，都寄予厚望，都期望他能够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顶尖选手，对不对？而且我们也觉得他有这个潜力。但是现在呢，错过了很多个金牌。如果这一次再错过的话，他自己心里也过不去了。再说了，高从把孩子放咱这儿，于公于私，咱是不是应该往前推一推？我知道。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点难办啊。怎么样？老谷，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给他定下这个。好，就这么定了。保2进1。那5号呢？啊？5号，哟，5号还真有点不好说。你怎么看？我也再想想。哎，等一下啊，我把这段读完再下课啊。训练。行了，走吧。哎，但是作业要按时交啊。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这里。这个就是说，人类虽然是陆地动物，但是它们却依然和海洋紧密相连。姚教练。冰冰啊，我熬了些鱼汤，还烧了几道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菜。我不爱吃鱼，你拿走吧。我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鱼了。我现在不爱吃了。冰冰，爸爸知道你心里有怨气。爸爸这些年内心一直很内疚，没能从小陪在你身边。还记得我8岁那一年那场比赛吗？记得。你就是在那次比赛中摔断了腿。你没来看比赛，我不怪你。但直到我打完石膏了，你都没出现。后来我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都没见你给我送过1次鱼汤。那时候我就在想，有这个爸，跟没这个爸，好像没有区别。汤我熬了很久，给你补补营养，趁热喝点吧。喝完了就放那儿不用管，回头我再过来拿。明天我继续给你做。好吃好吃。梁教练这手艺，不去当厨师可惜了。你这么爱吃啊？那以后多送你吃了。你爸给你吃的，我吃不太合适。反正我不吃。你爸当时没准有什么苦衷呢。
能别一口一个我爸吗？梁教练当时没准有什么苦衷呢。他能有什么苦衷？那你还专门为了他来一所体校当英语老师啊？哎呀，我开玩笑的，别走，别生气好不好？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其实我觉得你挺幸福的，你看看我，从小到大我只有训练，我每次比赛前我压力都特别大，我就怕我爸失望，但是我也不怪他，他毕竟是顶级运动员嘛。可你不一样啊，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去你想去的地方。我只有一遍又一遍的训练，我想到你的生活我就羡慕。可是，起码你爸他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我宁愿他少陪点我，这样也能少管我一点。这个胳膊的弧度，还有这个腿的频率，都很重要。还要注意他们的。高峰，高叔叔好。周瑜。高峰，我爸爸还答应我明天去海洋馆玩，你一起去吗？高峰。周瑜，高峰明天安排了训练，走不开，你去好好玩吧。啊，好吧。人家周瑜是游得好才能去海洋馆，你要是赢得了比赛，我也带你去。行啊，听说城西那边新开了几家店，挺好玩的，有空去逛逛。我不去，我要赶紧训练，马上就要比赛了。再说了，我不想输给周瑜。真搞不懂你们，一天天的就知道较劲儿，不好玩。走了。哎，饭盒不要了。谁吃谁洗。梁老师，过会儿有没有空？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什么事儿？你在这儿说呗。在操场等你，来不来你自己定。周瑜，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不要到这边来讲。便便，其实这次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说你爸爸的事情。我不想听。你先听我说完。其实，我是想客观的告诉你，你爸爸这几年是怎么生活。浩哥，怎么了？你吃饭了吗？我不饿。你不饿？啊。我给你带了这个，吃这个吧。哎呦，可以啊。我那个漫画更新第4话，我去看动画。行，你去看。谢了啊。哎，没事。哎呀，你不来一个？我不来，你吃你的。胡景天，你的袜子该洗了吧？哎呀，我知道了，浩哥，等会儿洗。高峰呢？高峰咋了？不用管啊。不用管。不是，哎，奇奇怪怪的。
峰哥，快看，出事了！这个报道他简直张口就来，什么游泳天才少年高峰赛后耍大牌，黑脸拒绝采访，这说什么呢？气死我了！这不是顾里给我写的那篇专访吗？是吗？那顾里为什么那么说你呢？不知道，我回头问问。